好，各位莲友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大家吉祥、幸福、快乐啊！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各位介绍善导大师，你们知道吗？善导大师，那他是阿弥陀佛的再来人呐、他在念佛的当中，他的嘴巴呀放出一道毫光，毫光里面有一尊佛，啪啪一直出现。你想想看，他绝对不是我们普通的人物啊，他是成愿再来的，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呢，来这个世间广度众生。所以我们知道善导大师的境界，他的修为都是值得我们一定要赞叹学习的对象。他讲的这几句话：自庆今生闻净土啊，不惜生命往西方，西方快乐无为处，天上人间无比亮啊！各位，你看他这么讲，我们自己感到非常的庆幸哦，庆幸、欢喜哦，开心哦。为什么？今生呢能够闻到净土，听闻到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法门呐、南无阿弥陀佛，它是救度法门，念佛就是靠佛。我们只要好好的相信，不要怀疑，一心的念佛，那阿弥陀佛救度你，人人都有希望，人人都有将来，大家都能够离开娑婆世界，能够发愿往生西方去成佛。那这对我们来讲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！如果我们没有听到这个法，我们永远六道轮回。你生生世世一直一次又一次来投胎，那你投胎没有保障嘛？没有保障，你这辈子可能出生当人，下一辈子呢，可能鸡鸭狗猫啊跑去了这种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去转世。所以人世间，各位，你这个是一个五浊恶世的人间，太可怕了，因为它都是个陷阱嘛，很有诱惑嘛，我们的心又把持不住，很容易被诱拐了。一点点怎么样，我们就计较嘛，就冲突嘛，得不到我们就报复嘛。所以我们的人造罪造业，我们是一个烦恼苦海的众生。但是我们听到很庆幸的，在这一辈子当中听到阿弥陀佛要救度我们，太开心了。像我们这种罪恶的凡夫，有机会能够离开这个黑暗，好，有一天我们也能去成佛，太殊胜了。对我们来讲，这太难能可贵了。要珍惜啊，这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我们要珍惜，很庆幸，很庆幸听到阿弥陀佛的法门、救度法门，不惜生命往西方。我就算我舍生舍命放弃我自己的生命，我一定要发愿到西方。我无论如何坚定，就是要到西方。各位，这个心非常的勇猛，非常的坚强。一点都不动摇，一点都不动摇。就算我牺牲我的生命，我都要一定要达成这个使命，一定要到西方，一定要到西方。各位，西方快乐无为处，西方的快乐啊，无为啊，不是人间这种装潢啊，人间啊造作啊这样子出现的东西，不是。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愿力，阿弥陀佛的慈悲所完成的一个环境，那个地方不会变质，而且你看，没有生的苦，没有老的苦，没有病的苦，没有死的苦，要求不得的苦，这些苦完全不会出现，完全不会产生。所以极乐世界永远不生不灭，所以叫做无为处，不是人间的作为，不是人刻意去把它制作出来的东西，不是。你只要是人为的东西，有生一定有灭，有一天会消失的。但在极乐世界不是，它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完成的，阿弥陀佛的愿力完成，所以它那个地方是长长久久、永永远远、非常事实的存在，永远不变质。所以你看那个地方，黄金铺地众善人聚会一处啊，没有一个你讨厌的人，没有一个扯你后腿的人。都是好人生活在一起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去啊？
那个地方太微妙了，那个地方太庄严了，而且有无量寿、无量光。那个地方你一到，你的寿命跟佛一样，长长久久、永永远远呐。所以西方快乐无为处，天上人间无比量。这个天上的任何哪一天的那种环境。那种环境或者是我们人间皇宫啊，是多么庄严，多么漂亮，没有办法拿来跟西方比啦，没有办法比的，怎么去比量呢？任何地方没有一个黄金铺地，没有，只有在西方才有。我们要见阿弥陀佛，只有西方才有。那个地方，各位。你只要我们大家都同时有一个愿力，大家同时要发愿念佛，同时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希望我们以后才会见面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，夫妻啊、父子之间、母女之间，如果我们的愿不一样，以后就水月流转了。母亲发愿要西方，但是儿女不去，他可能就会堕落了，就流浪在其他六道轮回当中去了。所以各位，只有在西方我们才有见面。所以天上人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拿来跟西方比较的，没有办法比较。所以我们要不要去啊？一定要到西方，各位，这个是师父衷心的，掏心掏肺啊，掏心掏肺！我一定要告诉所有全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你们一定要注意，把这个观念一定要建立在你的内心的深处，永远不动摇，永远不改变。各位知道吗？要坚强，知道吗？要非常的坚强。好，我一定要到西方，这个就完成你来这个世间投胎真正的目的了。你来这个世间的意义已经完成了。不辜负了你这个人的身体，不辜负你，也不耽误你爸爸妈妈把你生这个身体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感恩发愿，我们感恩阿弥陀佛，感恩善导大师讲这句话，让我们很清楚的了解西方太微妙了，西方太庄严了，我们发愿到西方，好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感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